情的听众搞早。现在是正觉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就是已经解说到正文第17页，已经解说到正文第17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到第7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到第7节，就是解说到孙膑前人究竟无益。即嘛应该呢，爱来煞来解说一面。一面就是恐愚人不解，帮此法文，必劫前生，断佛众生。善知识，我有一无相常，各殊相处。在家出家，但以出修。若不自修，为其无言，亦无有益。即嘛应该呢，就是爱来解说这个道理。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呢，交代讲，以后的人，若是有得到我的法啦，应该呢，就是爱将这个顿教法文，在当见当行中发愿呢来修持。对于这个顿教法文啊，爱甲伊看参像佛共款，终身呢来修持不退，一定会当互来证入为圣人之位。同时呢，也必须来传授，将过去历代祖师所传来的教外别传之法，毋通自这个正法呢来甲伊暗藏起来。但假若若毋是当见当行，在别法中呢，就袂使咧传付，毋通去损害到对方的人，因为你传付会呢，对伊有损，究竟无益。这是在前面所讲。但为什么在别法中不得传付孙膑前人究竟无益呢？下面搁再进一步说明，讲恐愚人不解帮此法文，必劫前生，断佛众生。所以毋爱传互伊这呢，并毋是讲看袂起，并毋是讲伊毋是学禅的人，就毋爱传互伊，毋是这个意思。乃是恐惊伊愚人不解，就是讲有一类无智慧的人，伊袂当好来了解这款的顿悟禅的法文，在迄个无了解的所在就来诽谤这个法文，诽谤这个顿悟的法文，因为这个顿悟的法文重在悟，无重在修。因为是重在悟，无重在修就真正容易引起人对这个法文的一种的误解。恐惊伊讲有迄个无了解这个顿悟法文奥妙所在的人，
就会掀起诽谤。假如讲若是掀起诽谤呢，结果就必劫千生断福众生。这个必劫千生，就是讲100劫也几千遍的生死，会来断这个佛的经旨。佛种性，这个佛种呢，就是成佛果的经旨啦。在《探现记》来讲菩萨所行名叫做讲做佛种。在《四教义》来讲种即灵生性命不改。讲这个种呢，种子灵生，就是讲有佛的种子以后呢，才会当来做佛。这个性就是不改。不改意思呢，就是讲这呢是一种的佛的种，不是别项的种。你这个佛的种子要甲改做别项，这是不可能。所以这个佛种性者，就是成佛的种子，也可以讲就是成佛的因地心。本来这个佛的种子也可以讲就是咱众生本具佛性。众生本具佛性，这是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哪里有讲都断无断呢？在这个所在，着做佛灵大师来讲都断这也是一种的方便之说。讲是方便之说呢，就是讲你一旦拿来诽谤这个顿教的法文，安尼就是谤法咯。这个谤法的罪呢，要对在阿鼻地狱中。在这个阿鼻地狱中根本呢就无迄个机会好互你出头，想要来学佛修行。所以100劫千劫无有学佛修行的机会。安尼就是等于100劫1000生断去了佛的种性了。咱应当安尼来解说才会使，就是讲这个佛的种性虽然存在，但是呢，伊的罪业太深重，谤法的罪业太深重了，所以究竟呢，就将这个清净的佛性、不生不灭的佛性，埋没在伊的烦恼业障中，袂当发生作用。所以虽然是讲无断呢，就等于是断共款。对于这个所在，咱应该安尼来解说才对。下面讲善知识，我有一无相上，各事记处，在家出家，但以处修。若不自修，为记5言，亦无有益。在这个所在，慧能大师搁再讲啦，讲善知识啦，讲我呢有一个无相上。为什么叫做讲做无相上呢？这个无相者，就是绝了这个真理的迄个众相，名叫做讲做无相。大圣义中第2愿来讲，讲这个无相是有2种的意思。第一，就这个理来甲伊讲这个无相的名，就是讲这个理绝众相。这个理绝众相的意思，就是讲，既然是讲理真理这是超越你世间的物质。用这个真理讲起来呢，是无啥物款的相可以讲。这个名叫做讲做无相。第二就涅槃法相的解说，这是大圣义中所讲的啦。
涅槃的法啦，是离开了十种的相。在《涅槃经》第30迄个所在啊，就有解说涅槃离开了十种的相。这10种的相是啥物呢？第一，色相；第二，声相；第三是香相；第四是味相；第五触相；再过就是声相、住相、坏相；再过就是男相、女相。合起来啊，这就是叫做10种的相。所以这10种的相，第一就是离开了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这个外面的5种的定境。再过来，再离开这个生住坏。这个生住坏呢，应该是在指这个内心的法定的境界。法定的生，法定的住，法定的坏。同时呢，再离开这个男相，离开女相。这名叫做讲做涅槃所离开的10种的相。就是讲到涅槃迄个境地啊，无迄个色声香味触5定之境，也无有法定的境界。也无有男女的差别，这呢就是在《涅槃经》所讲的涅槃理相、涅槃的无相。不过在这个所在所讲的这个无相相，这应该呢就是伫个指迄个心地无相之相。就是讲这个心地这是无相。因为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拢是属于心地法门，所以在一切上会当好离一切相，这就叫做无相。一句话讲呢，就是讲虽然你这个心甲外面一切的这个差别上来接触，就是讲心呢甲外面的境界接触，但你确实呢会当好来离，袂去甲执着。这就是无相，应该呢，安尼来去解释才对。所以伫遮所讲这个无相相啊，就是心地无相之相。讲我呢有一个无相相，各事相处，讲各国呢拢爱相，这个处呢，应该就是讲该摕起来用。采取起来用的意思，相这是在嘴里相啦。这个处呢，就是讲自这个呢，会当好甲摕起来应用，摕起来应用，当然你就要放在心内啦。你无该放在心内，你是来应用呢？所以这个处应该就是放在心内去应用的意思。一边讲在家出家。但以处修就不自修，为己5言亦不有益。讲无论是在家，无论是出家呢，拢呢爱依这个来去修。假如你若是无自己来修敢若记着我即句话，记着我所讲的这话也是无利益。记这是敢若记六祖的话语。你记六祖的话，你家己自己本身也无修虽然是讲定来家记掉咧，家己上面看的关系呢，根本就无一点仔这个关系所以必须爱上，或者爱修。那这个修是在心肝底去体会，在心肝底去运用。下面讲天我相悦，天我相悦这个中间，咱正文加一个圆箍这个应该是灭，应该是天我相悦就善。
就是讲，既然有一个无相相，六祖慧能大师呢，当然就爱将这个无相相给讲出来咯。也因为要来讲这个无相相呢，所以就叫人讲你大家都爱听我来讲这个吉祥啊。这个祥就是指这个吉祥。那这个祥就是吉祥。那这个吉祥呢，就是有几字一字。就是一句，也安尼呢，拢共款是几字一句的。呀，那遮的这个无相相啊，这是五字一句。这个五字一句的无相相，讲说通及心通，如日处虚空，微团见性法，出世破邪宗，法则无顿渐，迷我有地质。只此见性文，愚人不可识。说则虽万般，合理还归一。烦恼暗体中，相思成非日。舍来烦恼智，境来烦恼度。舍净即不用，清净即无异。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妄。静心在妄中，但静无三种。世人若修道，一切尽无妨，一切尽不妨。相自见机果，依道即相当。色类自有道，各不相烦恼。离道别灭道啊，将心不见道。咱即马先念到这个所在，咱下面呢到要解说所在，咱再搁再来念。这个无相相头一句就是说通及心通。这个说通及心通，这个心通呢，就是总通。这个总通啊，就是自己会当好证到无相之相。那这个总通，也就是悟到诸佛的心中的意思。这个总通，应该就是讲对这个禅理有通啦，这名叫做总通。这个说通呢，就是道说法道义之相。这个说通啊，就是讲对这个道理会当好来通达，会当好自这个给讲出来而且呢，会当好来道义说法。讲法啦，一通啦，名叫做说通。在《楞伽经》的第3，一切佛语心品有记载，讲有一个时阵，大慧菩萨来辨别佛来讲世尊啊，希望你为着我以及甲遮的诸菩萨来说这个总通相。讲假用呢，若是会当好好来分别总通相，安尼我以及甲遮菩萨会当好通达四相，通达这个总通相了后呢，真赶紧就会当好来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别对在这个众魔外道。迄当时阵，佛呢就对大慧菩萨来讲谛听啊，善思念之，当为你说。这个大慧菩萨就辨别佛来讲是我呢会当来好好接受的教法。迄当时阵，佛呢就对大慧菩萨讲一切声闻缘觉菩萨是有2种的通相。这2种的通相就是总通以及说通。
当然是咱世尊搁在对大会来讲啦，讲大会啊，讲啥物是叫做总统啊？这个总统就是啊，会当管理言说文字的这希望想象，就是会当管理了言说啦文字的这款的希望想，会当处这个无了解自觉地自想，会当好来管理一切希望的觉想，会当降服一切外道的障目。那这款人呢，就叫做总统相。也啥物是叫做说通相呢？就是九部种种的教法，利益不依有无定相。也就是讲，在所有佛所讲的这个经典道理啊，会当互来了解。当然是呢，以这个显卡方便啊，随顺度众生，如应说法啦，今得度脱，这就叫说通相。那意思就是讲，这个说通相啊，本身呢必须爱了解佛的教法，当然是呢，自己了解了，搁再会当好显卡方便来去随顺众生。来去度众生，这啊就是叫做说通。那这个总统呢，就是讲爱会晓来离开言说文字等等，在南诏发挥方德禅师的正道高主，原来伫咧讲这个总统呢，就是我诸佛的心中。也就是达摩大师单传直指之道啦。这呢，唔是以智来了知，唔是以这个识来去认识，乃是只有在本人自证自我，也到这个无证无我之地啦。所以呢，将相自老提上出现啦，向前行顶上提起着一条主，被学者呢真得单传直指之妙，这叫做讲总统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所以叫做讲做总统呢，乃是悟着诸佛的心中，也就是达摩祖师单传。教我别传，直至人心见性成佛的法文，这呢就名叫做讲做总统啦。也总统了呢，再来批阅一代圣教，会当好来了解顿渐秘密不定等等一只的法文，以及呢会当好来了解总统别圆等等的意义啦，这呢这名叫做讲做说通。所以这个说通应该就是讲有了解这个教理，搁再会晓来说法度众生。这个心通呢，就是啊，会当好来悟着诸佛的心中，会当好来了悟顿教的法文。讲说通及心通啊，如日处虚空。讲假如若是有这个说通甲心通啊，就敢若像讲这个日头点在这个虚空共款。日头点在虚空，这个天下下啊，都拢真正光啦，因为日头在迄个虚空的所在，在传心法要安尼伫咧讲。讲你呢，只要会当好来离却有无之法，心呢就敢若像这个日轮常在虚空，光明自然啊，不照而照。就是讲你既然安尼，这个智慧光明你无该照了，嘛是自然照了啦。那到这个时阵啊，
就是心拢无一点仔囝的这个自着看界，这啦就是行住佛行，也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南诏发挥正道高的主解，伫咧讲众说机通定慧经典，方为圆明。就是讲说通心通，这两项拢总通，禅定智慧平等啦，安尼才会使来个叫做讲做是圆明。即嘛六祖慧能大师所讲，就是讲说通以及甲心通，就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。就敢若像讲即个智慧在即个敢若像个太阳在虚空中。就是讲，这个智慧呢，会当普照一切对世间一切诸法，会当互来照了无畏。当然啦，不但是讲自己心地光明，也会当互以这个光明来去照了众生，来去教化众生。注意先生听讲，就请咱过暂断1分钟，或者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